各位聽眾，歡迎來邊嚟學嘅你誒鬼誒節目。喂，我別走，未歡迎。各位聽眾，這禮拜鬼嘅節目是喲。拜講佢講數得條人嘅咪有數嘅。係啦。是啦。拜拜喲。嘅啦嚇，拜拜。拜拜。拜啊。來攏你聲，你把這節目出嘅時，你就聽到啊，真冇聲。我哋再見到。OK，當今晚我要講鬼嘅係浪電台者，當鬼嘅改變嘅啦起來，等陣。OK，我到對嚟啊，當今是當乜係啫，當今我個較濟嘅特別改變，你們對嚟啊，好勢，我講聽這裡禮拜是講我人即係告訴講等陣個這裡日本對嚟啊，學哪驚 ？OK。哇！那驚攏頭學哪驚就嚟係講，然後當今往這禮拜嗰時，只人暑假聽誒鬼故事，佢再到對嚟啊，然後佢再起來到對啊。然後我這禮拜來參加完鬼故事嘅呢，就是我人嘅老鳥來浪歡迎。人好無？但係你聲奇怪啊！呢？是咩？我未知，我聽未到。你就等聽即係放出來是 podcast 放出來是你個聽到啊！我家己講嘅，我冇聽誒。嚇？做咩事？歹勢嘛？歹勢咪鬼都聽到，你都別聽到頭整會聽到聲，呢？แล้วก็วันนั้น真正久無來啊，個到對來了小英囝，唔是小英囝即係講唔對 ，sorry 唔對人。講話我。阿龍。嚇！我佢先有啲唔是咩？阿龍頭尾講話咧是放機器嘅嘛，就係放照就咪放曬。講鬼講數，我是頭邊啲邊會等到講嘅。哦，แล้วก็阿龍嗰對嚟一個阿莫諾娜講實聲冇分款了。大家好。แล้วก็即係新椒頂節到啲嚟，頂節頭一擺嚟嘅當今節嚟講鬼故事嘅是咩啊？鄧郎，歡迎鄧郎。Hello，大家好。แล้ว一看我望吐過嘅，呢時個有我家山叫兩人吐哦，用你鄧郎嘅燈籠嘅你 battery 係燈灰嘅吐。แล้ว毛毛菇，歡迎到啲嚟毛毛菇背幾鬼嘅毛毛菇。歡迎。แล้วก็我人嘅出名，特別講鬼故事嘅記得驚看時看去，歡哪驚？歡哪驚歡迎。嘅。然後哪驚成講成阿伯看你驚一頭個看去，所以不能聽故事。然後哪驚成講，哪驚最近吧，你家有經驗就淡薄物件，我看到啲 Facebook 嘅，但是講你要參加你邊嚟學見.com。Facebook 咧，你使去邊嚟學見.com 嚟看，即係朋友使 click 去 Facebook 去 join member，冇就是去 facebook.com/ 邊嚟學見會使。然後到啲 Facebook 入面，你有 share 講你有最近有經驗係這是發生嘅拜個月咯。整我節拜個咩？OK，拜四咩 ？Sorry， 拜四咩？拜個 holiday 嘛。你到啲 OK，我那是到啲到邊嚟嘅 KL。แล้วแล้ว那是唔在 KL 老本嘛，所以那是靠 GPS 嚟計我行咯。So from 這裡from 安邦那邊愛對呢，我這邊不打領域啦。我那 set 我咪見個咧好事，但照來個咧 set 好事嘅，學對嘢平安搞嘅。But 他直接係咩事啊？一坐去個這邊啫啊！坐去墳墓嘅。坐去幫佢啊！咦 GPS 同樣睇 K 消息，坐到去幫佢啊！掉，坐到去險掉，唔是掉嘅了，我做嚟用一邊一 set 上嘅。setting 上咧，所以一坐我去一邊叫我彎接，我彎接我，因為我是冇食落嘅。你是頭三隻對鏡，你本冇講注意去看咩物件啦？要冇去看嘅，然後叫我彎接嗰邊咧，個叫我等接我嗰邊看，會時我看到部對皮嘛，我嗰邊啊望我邊，我那是灰個開關灰哦，咪華人醫生哦，一個叫我。
一個叫我玩 GP 哦，大家你試過叫我玩 GP 笑啊，然後一邊好那是個驚咯，咁樣 reverse，咁樣蹬出來哦。你自己一人啊？你自己一人開車啊？這邊 GPS 嘅交點樣做嚟？我未見過了咗。我 brain on GPS 嘅 system 啦。你是唔是一人多車呀？一人嘅車嚟。啊，了。那是換出來咯，出來嗰口應該我換出來嗰口，at least 係1 kilometer 呢遠哦。換出來嗰口咧，個試落尾坐啊，連過一邊嘅 entrance 啊，特別唔係 entrance 啊，後尾望喺哦，未知咩哦。連刷兩刀咯，第二刀、第三刀我出來時候未換啊，我出去個口就出，叫我往那邊出咯。OK 出去那邊過在對面的所在。你 GPS 未架路按出去咩？未按落尾是我個念我念經念哦，念啊嗬。OK， 暫時然後12點半可能啦。我一邊開車一邊看後尾見個時候，我唔知後尾有人。我那見咯，佢叫人魔鬼腸咗。因為我是古早捌聽人講是講洋菜嘅昂講經嘅咩，特別唔捌講期望嘅是我捌 face 就是幾隻頭一刀呢可能哦。哦。啊，然後到尾對到處理哦，無影佢叫人家庭進來佢，佢咧我係。housemate 嘅對於間房啊嘛，全部係叫你嘛，你個家驚嘅處理。喲，你看咯，你去教時啊，你去你幫嘅時啊，你其實個發覺就講是幫，你看到一擺嘅時嘅發覺到啊。我拍完會看到伊嘅平時華人醫生嘅就係講是幫，一個叫我玩 GP 哦。哦。The next day morning 我 on Google Map 我 check 出來啦，阿平時上一個 entrance 先。嚇？伊嘅 GP 幫未出嚟，伊點咩？因為我 GPS 上嘛，咪算咗，伊夾我叫我嚟攞嘛，咁未必 shortcut 嚟咧。shortcut 都少啦，我 check on Google 上邊即上隻 entrance 就冇人出嚟，有自己幫你 shortcut。一般就對嚟可能啦。啊對。咦？你當你冇 try 看看一個假如佢就攞。我唔敢驚。咁你車部係咪叫咩？我車部係係湖啊，上面啊，是係湖啊，咪嗰隻往東南嘅槍是係。我係林坡沙灘，係上坡，แล้วเหลี่ยมมีหุดด้วยเหลี่ยมมีหุด你เหลี่ยมหุดเก่งอ่ะเหลี่ยมที่เกินเลยไฟเดียวเหลี่ยมมีหุด因為我見到เหลี่ยมมีหุด哇你講哇做乜事都當我係หุด聽啊！你聽啊，對，我冇講你聽啊。John，我 sister 聽了本啊。當佢很屌啊，很屌啊，很屌聽啊。很屌啦，特別ตัวเรียนกว่าจะได้วิ很屌聽了特別冇 join 啦，เรียนกว่าจะได้วิแล้ว我 sister 教我走咗，咁你不聽人講 ，in case 講啊，反正case 發生啊，兩個結婚，你開槍。不，特別開車，每日叫佢落車啫。喲，我唔敢，可能開車先就好。Let's go。你就開門嘅時候，啱就開門入邊去見，或者窒窒嘅了。阿龍搞。破湯冇事啊。係啦，冇大㗎啦，其實喲。我哋見啊，即係冇個，我唔知。我哋見就是講話一看起後尾見嘅時候，你看到一個人嘅頭壓掉，然後你個被看到一邊，你知道？即係 mystery 嘅嚇，我見啊你，你看到頭毛，你看到頭殼頂你頭壓掉，然後我見啊。因為你知唔知鬼上嘅一部面，你看到邊嘅，你照看到邊嘅。依家冇誒係啊嘛。哦，係是無咧，下巴係係啥物嚟？尖啊，哦，啊，獨孤啊，嚇對，係呢個。阿龍，咩啊？係啊，是尖是係啊。尖係咩？下巴，下巴。係。係啊，對，上個是係，我冇聽過。了路。哦，講鬼冇下巴咩？會嘛？地字你翻嚟嘛？哦，呀，嘅，這是傳說嘅東西啊。哦 ，OK， 啦，嚇，有咧冇？看你要假如嘅咧，度有下巴，度咧。
咩啊？誒妹啊？誒係誒係誒妹誒開妹啊！誒妹是阿龍大位，中國嘅。誒妹有影是誒開妹嚟啊，慢講潮啊！誒妹有影是誒開妹嘅嚇。啊，咩開妹？誒妹有影是誒開妹嘅。開妹係咩？卡最坑啊？不，因為啲中國嘛，啲中國嘛，一派迄啲歌出來，因通過迄個所在出南洋嘛，迄個所在就叫做誒妹，就是誒開妹意思誒。哦，係啦。啊，你個叫伊名就叫做誒妹咯，有影是誒開妹意思誒。哦，對啦，唔得 translate 掉啊，名字。OK，แล้วก็ตอนว่าไม่ได้ตัวนี้จะเลย你講我冇頭先嘅。冇人叫我隻咯，就是冇頭先嘅。แล้วว่าไม่จะ小不是迄等人，但我等人講者是，但我落人講咧，頂一禮拜，是早個禮拜講即中秋嘅事，三叫落人講嘛，你早啲嚟教人講佢哋等人，所以等人講呢個叫經驗貴本來等人。是無你驚啦，是表着看着。講下。搞外厝邊嘅咯，嗰是真正嘅事咯。講下。我是看到一個人教我會聽喊走過了咯。哦，就係影咧背過呢。伊無影，伊是看到規身軀咧，伊是往走嘅，唔是，伊唔是飄。啊，แล้ว我想講，迄時應該是真正青山嘅事。你想人幫頭？我唔是，伊紅險教我會。天每邊嘅我係每邊多邊嘅就走佢嘅我後我關鍵嘅我係聽แล้ว走去後位，แล้ว迄時我想講我係過，因為我個走係過咁夾講啊，伊頭邊走去啊頭邊可以吹啦，แล้ว我咪去看到，แล้ว我就講我大聲講攏出來啦，攏咪夾啦，攏出來啦。แล้ว伊無聲啦，แล้ว我咪走去看，伊無無人。我是看到，因為我看到迄叫人哦是穿白衫黑褲嘅，แล้ว我過到好嗰時穿白衫黑褲嘅，一直喺走過，我看無，我就斜見我紅音冇嘢，走啲邊嘢，我去看個吹，這是出來面啊，這是 get 進去吹啊。一直到搞喺因為我係 get 邊一直到冚嘢所有嘢嘛，伊紅音搞係聽走過嘢。我拄好甲搞我係 room 邊嘛，我看到我包嘛，冇是搞 room 邊，搞白仔嘛，一看到我看到一個人走過，然後我咪去看時，我係個想搞我伊做面腸啊啲物件，頭我去吹，古早時有翻嚟 case，然後我吹掉，就倒我伊肯走過哦，我想講。伊誒嘛，我講。特別你嗰到處特別唔是伊嚟啦。一個無多處，我想講依家好多嘢嘛，我咪去看，冇嘅喎。你走啲邊個吹冇，你就斜見啊死啊！我看到係咩嘅？但一走唔是肯影就只要看到有人肯走過，死走過去。我有看人嗰邊，即係我喺教喺厝邊嘅，有個是阿妹咯，阿妹看啲。估個未？攞3年整啊！แล้ว我個電腦我知道我話把路個我發聲調，是聽邊咧學嘅嚟是聽個發聲調嘅。即是看到啦，迄時我聽邊咧學嘅是聽幾個數啦，聽你哋講點解咩是唔是我係幻覺是咩啊？แล้ว我拄好我是困了聽嘅，我係使困了聽嘅，แล้ว我嘛紅嘢一困我唔知啫。แล้ว迄時我開到去，แล้ว我嘛困了，แล้ว人噔了啊嘛，我嘛請我困了，請嚟你比起啦，係啦，到底請。แล้ว我看到我嘛白衣嚟咗，白衣嚟，白衣從面前白起來嘅，แล้ว嘛就只冚到個困了，แล้ว我嘛就困到ตัวขา冇嘢叫人嘢。嗰時我有一個人請到我嘛上山嘅。你看到白起來嘛？一把招呀，一直到冇嘢，一直到困那邊嘢，我就這樣嘅時候，我媽你嘛，特別其實你嘛是到啲托卡啦，還是？我嘛是個困了誒，然後看到是把困了時，我嘛是起來白起來，把招是冚了，我冚到個開了嗬，我嘛是到，我嘛是困了誒，你個人冇嘢咋？
哦，แล้ว看到是棒棒嘅，แล้ว就切叫我講我嘛，就咩話咯，三個半不講咩？誒特別然後就我每當看我記定到我唔當知呢，這有幾難呢這經驗啦。我是聽講有當時你是會看到成個人嘅人講困嘅時候，是你魂嘅離開你身軀是點嘅啊？有冇聽過啊？你成個人講你困嘅時候，望去畫裏邊啊，再個畫邊物件，嚇，別對嚟咯，冇聽過啦，物件。對嚟，隨便掉家己。啊，我唔知是唔是講有可能是你都好是看到，還是暫時你都好你嘛誒，成個都係離開，爸爸都對嚟，可能是唔知嗬。成個人困嘅時候，是啷個人呢？可能咪困你走去。可能啊啦，困了快掉家己嘅身軀啊，對，你成個 live body out of the body experience 啊 experience 啊，對咯。靈魂出竅哦，係啊，離開你去。你看到，你最近，最先 echo。最近你看到，可能是聽到本來學嘅，未必是家己聽，特別我都冇講到呢話題。唔是，我就是聽了，就是聲我個車困去啦，我聽困去，上大約困去嘛。然後我看到一個我係嘛白嘢嘛，咪白鳥我嘛迄個人我冇嘢就困咗個卡，冇可能嘅嘛，因為我白起來，哦，做錯咗樣嘅時候，嘛就車嘢，我是唔是？我因為我一個。安尼講嚟，我甲看幾個書嘅啦。我 everything 我幾個物件我是甲嘅，看幾個 novel 啦，幾戲，甲看幾個數字幾個戲嘅，แล้ว個幾個 game 啦，แล้ว看幾個歌名啦，所以真濟啦，看咧，แล้ว有時常佢叫 online 去看咧幾個物件嘅，所以半暝個了無困咧，去看咧物件嘅。你別看驚咩？就是有時人就是反正。係咯，我淨係隻賤嘅嗬，我咪想。整骨頭啊！愛驚個愛看啊！我們想。我個時候對我嘛講一個嗬，因為我爸早時做嗰啲非人物件嘅刻字嘅啫。哦，刻字磅嘅啊！刻字嘅了，因為有當時用清兵嘅時候，我爸我嘛用甲清兵如做物件啦，甲幫兵做物件，人講跪對人三幫啫，แล้ว因為講有笑啦，แล้ว笑讓大家笑大聲，哈哈哈哈咁笑嘛對，笑了停咗後，聽到有一個聲咯，對咗哈哈哈哈哈。哦，一停咗後，大家停咗，唔知喊乜嘅喎，爸比算已經跪笑啦嘛，笑了就冇人笑啊嘛，下個有人笑，嘻嘻嘻嘻嘻咁笑。แล้ว嗰啲時候嘛，你就講是迄個物件嘅時候，唔係佢講多了嘅嘢。阿咪佢講嘅咧就走啊，唔敢留下邊嘅咯，又見啊，聽到喺度食嘻嘻嘻嘻啊，講哈哈哈哈了啊嘛，แล้ว停落嚟有人接落去嘻嘻嘻嘻咁。特別用時咧，成個我哋聽佢就係人，我時成日講一定嘅人係 camping 啊，是啊你叫咩？campfire 係咩嚇？你一大陣嘅人，你叫做咩嘅？講啦，參，因為成日參路嘅可能係對路講嘅。會感覺到。就感覺到，我聽，毛菇，sorry，我感覺到乜？你感覺到咩？冇，厝嘅 furniture 感覺到水嘅。哦，我成個你講過感覺到物件。冇，嚇，來等人講。你講幾個數嘛？我甲車邊去看一個 game 啊，是播你講幾個數嘅咋？伊是講這是Japanese 邊過啊，看車啦，我看啲物件。伊講我咱櫃堆啊，咱一個所在啦，然後伊邊啊邊圍咗一個垃圾啊，100支垃圾啊，特人講一個個數啊，講就幾個數，講了後你記住房間，然後看面咧就係。本年伊垃圾啊，你看面那個多邊講100個數，又講100個數啊，嗬，讓隔了落地嘅隔了。呀，問得衰，小咱未使，咱幾個數使講99接呢嚇？
伊讲一个样一个传说啦，样讲哦，样古早样的 Japanese 样的王族啊，样就伊样的故事啊，伊啊哈，伊一个迄个game啊，伊了啊，伊规个闹鬼哦，甲样的王公咪闹鬼哦，所以这个物件是剑哦。所以讲100个故事啊，几个故事啦，讲一个故事吹一个蜡烛啊，啊，你看咧，了有一个物件出来咯，啊，就吹，如果讲100个故事啊。啊，人家了吼，煞是伊用嘅地基门开啊，一带人家了过去地基咁咯。哦，就是人講啊，準備來邊咧學見聽講就準備來 sign up 啊？我聽嘅話，人講是我朋友講嘅啦，是講算嘅，就是講，everybody 圍緊一個圈安尼，了放一個蠟燭。了講嘅時間，敢若有風來嘛，有時話敢若是講有物件來嘅時間，伊蠟燭是講。互伊物件吹倒诶時間，甲是吹掉伊個風，吹掉伊個火诶時間，了後尾會有人忘路安尼咯。哦，你所講咧會較 thrill 安尼嘛？講嘅係咩？較 thrill 較爽啊，刺激啊！哦，較刺激啊！伊人較濟講鬼故事是三蚊嘅時間講話，講嚟較涼安尼啦，吹到較刺激較涼安尼。了即個咧嚟講。你講路，當部物件俾教我講，即係。哦，我謝咯。講。我成講甲鬼有關係啦。嚇，鬼還是鬼？鬼。我想係咪鬼娘娘鬼啊？娘娘鬼邊使咧？叫乜都有。我唔熟噶。我唔想。我講我冇等知啊，係咧講鬼。講鬼嘅故事是我即陣真濟就是講聽人講嘅鬼故事咯，未是家己朋友，阮未是講家己發過啦，是講聽人講是講日本人，伊人敢若記得我甲你講啊，敢若卡拉 OK 甲是安怎講 hotel 嘅房間安尼，外口是有放一個日舞嘅鹽啊，對。就是講伊房間有垃圾物件，有垃圾物件了，買互垃圾。啲外口係飲，外口梅有係飲咩？梅迄邊係飲，梅邊迄邊。梅邊啦，入口嘅位啦，唔是到啲南邊啦。入口嘅位。OK，所以你看到啦。伊是講買互垃圾物件落伊個房間咯。特別咧是講，即個物件，袂是講。特別有效嘅啦，講頭擺有一個 group 嘅人，就是講幾個故事了驚嘛，驚了就講愛夾鹽話，對，放緊伊個 window 迄邊，莫互垃圾物件落來，伊是講白白講幾故事安尼來嚇家己安尼講話，了就買酒咯，就3-4個人安尼款朋友安尼款講幾故事咯。要講到一半呢，就聽到外口有貓嘅聲，你就袂覺得奇怪咯，因為普通嘛有貓嘅聲對啊。然後講了，伊個貓嘅聲越來越大聲，越來越袂對安尼。然後就笑無咩會對了就變做了別個人就輪流安尼講啦。講了講到一半嘅時間，伊貓嘅聲話，變到細囝嘅聲喎，細囝哭嘅聲。哦，然後細囝哭。點知咪是住講咯，講，以前我記得我翻譯就成囡仔喊嘅聲，翻譯啊，囡仔喊嘅聲，係講細囝是啥啊？嗰啲當兵。當兵，了嚇，了伊你聽到細囝喊囡仔喊嘅聲，囡仔喊嘅聲，咱聽到敢若囡仔喊嘅聲咯，咧朋友就笑，有一個朋友就笑無咩對咯，就笑家己敢若發燒安尼話，莫講了，伊人就有 stop 一下咯 ，stop 了，伊迄個無講會對嘅朋友就看伊 window 迄邊哦，看到一個敢若老查某嘅面。去 window 安尼看，定定掩嘅人安尼話，然後伊就着摕鏡着嚇了昏去咯，昏了一人就笑，別對，別對，愛叫蝦米叫911啊，叫安怎講？叫聲，
叫上車，แล้ว依度上愛叫了嘛是愛開門開 window 了，你愛去開伊 window 嘅時間，伊看到伊鹽了，哇無地啦，伊鹽好伊鬼別裝作閃掉啊，閃掉咧，伊快一擺看去外口，伊本是看到迄個老阿嬷喺邊找伊個囝安尼哦，都見到咯安尼，等佢見到咯安尼。我講得鹽係我會看一出，我特別有電視機看一出戲，即叫咩《Ghost Adventures》係咩啊？樣嘢三咧米粉到啲頭殼呀，樣個樓頂就聽到落有人行落咧人崩嘅樓頂樓崩嘅砰砰砰，人行落聲，呢，迄就三米粉咯，三米粉到頭殼然後走去看時看到成個人有卡影拖者。其實我喺講是講，你只要你無咩會對咧，講緊為咩夾對着你安尼，你只要你會你受得真重安尼啊。啊，咪人怎講話？你講緊你只要無咩會對，有咩夾對緊你安尼。你只要伊人講較濟是，你只要你受得位啊，敢若真啊重，真啊濟物件安尼，得緊你安尼啊，真啊白切安尼啊。就是講有咩夾對你咯，是講有咩夾對你嚟講，你入厝嘅時間，你叫你partner。嗰時咧，啱啱你都出嚟人，嘅飲尋味。哦，你掂佢呢架隻嚇？掂佢呢架隻。你人個叫掂味啊？人掂嚇？愛白人掂。哦，因為真係麻煩，個比佢搞佢設計。特別你是冇好事，是到啲外口度做啊，還是接觸嗰做？哦，靠！你是外口人搬啊？外口接門整。哦。แล้วลูกเข้าเมือง嘅時間話，你買後面行，你買後面行，敢若有後尾有 space 安尼話，你เข้าเมือง你佢嘅烘起來，佢那個隻卡烘起來，買後面行，見到後尾。แล้ว你行落嘅時間話，你愛記得你嘅卡背，買拖啊，特別愛擋住頭殼。哦，卡背愛擋。啊，你袂使用咧卡仔啊，你看行落啊。哦，你買成真夾呢，買真夾行。按照講起來真夾是，真夾咪是講你夾，到底你成個情況底嘢，可能是就真夾。買貼拖係咩？貼拖是貼拖，哦貼拖，啊那係真夾咯，那學嘅話叫真夾。嘿，阿龍嘅真夾是咩啊？學那話是咩？我冇聽過喎。你冇聽過真夾啊？唔捌聽過。真夾啦，對啊，定是學那話嚟對。真吉啦，我記起來真吉。真吉啊，成個是真吉。然後我人人家人叫真吉咯。亂做咩事啊？我媽嘛是。貼多是叫真吉。伊講你是講安尼款夾落啊？伊物夾誒，迄個物件會真夾落嚟成句啊！伊攝落後尾卡尾哦。哦，對啦，你卡到一啲嘅。了伊真夾落嚟成句。迄個查某若是穿high heel嘅冇隻力。無，伊 high heel 係凸嘅，伊 high heel 係凸嘅，鬼死係咪咩？唔是講無好咯，查某穿 high heel 咧。哦，查某穿 high heel 無好，你接觸時你特別外口頭咧嚇，係卡背當掉頭殼那個接。無啦，你是講伊愛落你身軀來講話，你是講貼拖安尼款夾落，安怎講啊？真夾，你是講真夾安尼款夾落。伊其實就係落嚟身軀嘅，人成日講啊，免講愛落門嗰時係咩啊？其實就，其實係冇好咯，了 OK，了佢這裡咧啊，蘑菇，我啊想咯，OK， 有一個我愛講真正嘅吼是一個 station， 馬來西亞亂大擺大人冇過嘅，嘟 IA 嚇。咱有攞嚟 monorail 嘅嘛，對。這是 KL 邊度冇 monorail KL 啊？冇啦，都 IA 啦。哦，sorry 嚇 ，OK。誒，伊冇攞嚟 monorail 嘅嘛，所以是 run about 24 hour run 嘅嘛，所以有陣時有 midnight flight 到另外一邊咯。然後所以你冇對愛過來讀你嘅 passport 啊，過另外去一個旅程嘅嘛，對唔對？對。迄個 monorail 入邊吼。有啦，我一擺拄過咯，下暝2點幾嘅時候，我通無坐車嘛，normally我下口家己有車嘅，然後但是我無坐，我是頭廿 passenger 嘅 monorail 過去咯。
一个老阿妈伫那边。耶！啊，伊无落车诶，耶！起端吼，你看到伊诶。所以我想讲是虾米啊？想讲是迄个为了 passenger 伊用等 next flight 啊，等 next morning 嘅 flight， 伊 flight delay 嗰時係咪叫去頭伊望咯？但係冇咯，伊無叮當哦，伊起來回本來咪借掉迄個呢。你看你是鄧人老雜某啊？係咪？冇老雜某白上貴嘅。白上貴特別伊是老啊是鄧人啊是韓人啊是個人啊？看袂到伊邊咯，頭黐咯，就大馬路香港咯。無垃圾啫喎。哦，無垃圾，你穿嘅咩衫？伊嘅衫是安怎？青蛙。哦，青蛙。見咯，白上貴青蛙。要真嘅哦，真嘅，成個樣樣呢？要真嘅。卡無看到卡。耶！啊，伊定嘛坐啲迄個坐到迄個 window 嘅，伊冇那樣又是通坐，因為就是頭甲尾呢。啊，對對。我厝內個也是徛銀條迄個釘嘅嘛，對。啊，伊坐到一個角，講嗰。哦。所以伊去到這邊嘅，我去食Burger King嘛，迄個咩？啊。又講住，去食 supper， Burger King，然後帶過來咯。然後馬那會知，當時你是看到地上一個位，嗰上一隻有穿。耶！你亂隔了人冇看到，干那路上看到咧？4000人冇看到，有可能是人咧。無，看了我人個唔敢講，對到做工位，那個唔講，你看到，你看到啊！所以有講話無講話頭切啊！伊困了係啊，講為講無困啊，無感覺到伊啲困，伊個坐個跌咁樣咯。耶！人嚟哦，唔知有可能啦，無100%啦，特別咪是幾厲害，我看到我一頭。無人啊，迄個timing是真係少人咧，無人咧，較真係是愛等嘅哦，用坐啲個boarding gate嘅，用無出來走什麼哦。但是愛走本是個後生囝啦，買咱有時一個阿媽。有可能伊是胖機去咧，有可能自己坐到邊胖機。老人一人。無可能啊！伊個只快 colourful 的，個上嗰啲看無到面嘅，反正。哦，阿咪 colourful 伊穿衫，一般就 colourful 係。batik嘛，伊滿紅微係嘛。哦。你無走去問看啊？你被 help 我係咪？無啊，你知道誒？那個一個就是本事上嘅，特別伊是知道乜叫啊嚇嗰啲 station 坐巴士啊 ，KL 嘅啊，啲人 meal toilet 嚟啊，搭波仔機嘅，你不去過喎？我唔係，現在複雜嘅嘛。哦，就你是叮當還是先呢？還是當然先呢？哦，叮當是咩叫咩嚇？咩嘟講？我哋呢啲頭先不嘟啊，不嘟對嚇對。伊真係垃圾咩？嚇對，我知。老對面你去買單咧，一堆就巴士就一堆去嘛。一隻呢啲去。嗰邊就集嘢，嗰邊就集嘢個湯過去個半山啊，嗰邊。嗰陣時是嗰陣時是讀冊嘅事啦，你行入去。5點幾哦，5點幾，坐大擺檳榔坐落去 KL 都是3-4點到嘅嘛，你冇去頭邊方便咯。幫住。你咪企喺呢邊冇走嘅。耶！應該是龍交嘅嘛，你知道龍交嘅嘛，對，你咪企喺呢邊嘅，你企喺呢邊嗬，你食到咧嗬，一個企喺呢邊嘅冇走喎。耶！嚇，你外口嗬個朋友之期冇啲啊。耶！佢啲頭殼淡啊，咧我人有嘅有迄個赤包嘛，都一人講啦，都之期我 friend 之期咯，了伊講冇啊，冇人啊。要嚟，我冇注意看到伊在啲頭看物件，我應該是。你頭看都幫照，應該是啩？阿伯頭看都幫照，會掠你腳啊，會掃你，會掟你血，會黏你血啊！豬，講到黏血嗬，學哪驚？學哪驚？
走嘢。佢嘢。學哪件？哦，真啊！嚇，直接叫。嚇，等陣。哇！阿莫諾娜做咩做？我去隨你講定義Michael講嘅。冇得講啊！我學緊 dictionary 啊。我你頭先接到意思係兩件。係咪件？接到啊，學緊我叫兩件。係咪 pistol 啊？嚇。pistol 嘅啫。隨 dictionary。嚇。我唔知講咩正極啊，係咩嘢？你是講咩 pistol 情啊？冇跌到。哦，跌到，哦。伊 dictionary 定寫係黏件。哦，黏件，對我叫真夾嘅。成個你真夾啊，較懸而家看到，你看唔到，看咩真夾咯？我講。好啦，可能去吹看到底真夾係咩？真結是話哪來啊？真結是成個白山嘅意思係真結啊。冇學哪叫我每路學哪件？路學哪件就想過最近個圖啊，你 GPS 亂坐你去望嘅，個白唔見最近。啊，是頂到你講被講過嚟，打得見係冇人講嘅時候啊。就聽未到你講話。嚇，冇我講你嚇，當完全聽未到咩？喂，我聽到。OK，嗰一個是發生最近本年啦，頂時間7月那邊本年咯，是發生喺邊兩位嘅。喲，佢就都有一個是查某啦，算係嘟那邊嘅啦。然後伊是 actually 是精神有問題啦，但 because 要食啲。食要全桃園嘅方物件啦，所以常常有上來靠機啊 disco 方去食方物件。哦，你是食 drug 咧，是淡薄實咧。所以因為最主要就是較做咯。無是本嚟，所以伊是生活掉那是阻止伊啊嘛，所以伊那是無響掉咯。then 嘅一晚呢就走去 high rise app。邊個係 flat 嘛？係去跳咯，叫我家己講係對嘅咯，兩刀都冇死掉咯。哦，要去跳樓係三刀一去獨腳去跳，家己就去跳，跳獨腳。跳伊本來跳樓，但人講一堆嘛，所以那是冇辦法啦咯。所以隻摩托上伊就來乜隻摩托自己嚟嘅，所以自己獨腳入邊，所以跳海落去。哦。然後伊那跳海落去呀咯。same day 伊嘅屍體就吹掉，是啊，伊屍體吹掉咯。OK， 伊屍體吹掉咧嚇 ，after around 是1 week something 啦。因為7月當正係做古代咪個了嘅嘛。所以達到做古代是要去嘅咋，有人看到伊身軀規身軀淡起來了邊。這物件是會使講算係對啊邊正一人知啊咯。gili，你都只見啦，看到呢是特別你講看係鬼嘅樣先看到嘛？成日講你浸水絲啦，個跳海啊，淡啦呢。我有隻 story 愛講嘅。講。有關係到嘅啦。講個亂咯。OK。我甲你人講，你人大擺用經 internet 看到 desktop pictures。冇凊彩 download。咁咩事？我一個朋友。我聽到講 desktop 嘅就 internet 會看到 desktop 嘅時候，影 picture 問先算 download 啦，講下。我一個朋友就做工做到真晏，了目睭痠又無精神，就是要 download 到一個較 refreshing、較 relaxing 嘅。放嘅 desktop pictures 咯，就看到一個 high 嘅 desktop pictures，真水咯，就 download 了放到一 big screen，一 monitor 係啊，了伊就做到真閒，安尼就小困嘢咯，一困嘅時間，伊就有零零嘅物件動個頭，然後動個頭伊就請咯。看邊看蝦米都無啊！了伊個 monitor 袂知做咩事啦，伊有放 screen saver，特別伊個 screen saver 袂行咯。
哦，是 still 到啲 desktop 會開掉個。伊就是咯，伊就小伊袂知請時陣當着伊個 keyboard 甲啥物 Mac 還是 PC？ 袂知無，講啦，我知道。然後伊就 continue。我 PC 較掉較用掉 ，Mac 無幾個。掉 Spirit Virus 啊。嚇掉 Spirit Virus 掉。然後伊就 continue 困咯。困了伊就困了伊規身敢若好幾塊安尼啦。哦。伊是那批，伊就是拍到啲咧桌頂去困了。對。然後伊就按照講，伊規身袂動咧，伊就是會當動伊目睭爾啊。哦。你動伊目睭，伊看到，伊就是會當看伊個啥物，伊個 screen 爾無，因為伊 screen 近，伊個面真近嘛。哈。別人動伊頭話，伊頭動袂掉，伊就是看到伊 screen 爾咯。哈。那伊看伊 screen 就能看，看了動有淡薄袂對個物件就。看到伊個海油來油無咩對安尼，伊是一個海邊啦，伊個 desktop picture 是一個海邊，了有巴肚有 rocks 大大巴肚，了伊巴肚迄邊有敢若有 wave 安尼來啊，快掉啦，影快掉，了伊就看伊個巴肚邊邊迄邊啥物物件來誒，敢若烏安尼有一個影哦，了又看好是是一個 body 經迄邊，飄起。飄起伊個迄個四室迄邊哦，伊 body 啊，你看倒緊頭殼迄邊，你伊就是會當看到迄個規暝袂當動，就是點目睭是上了看到，伊 body 是成個死人，成個特啲水。伊是 body 若死了人，伊 body 緊伊個鼻迄邊，可能伊翕上人，本是翕到無看到哦。可能是安尼啦。特別伊目睭直直上掉啦，你捌看過迄隻小影哦？袂捌無，我是調我皮膚講伊就是聽到就是delete 掉了。啊，即係呢，特別我一朋友嘛是看到幾個是 delete 掉去。還有 GP Tommy 袂知我講係咪經？嚇，伊未聽到嚇？伊袂知，伊經倒了一邊，聽袂懂。伊聽唔知啦，伊唔知我講係咪意見嚇？我translate 下，我 translate。哦，我 translate。哦，得個一對戲啊，我攞哪門對戲呀？無，伊是講安呢，伊是講你 download 係你先採網，無你知影你 download。伊講伊你捌聽過，伊就是講 download 你 desktop picture 嘅時候，伊講伊困到你困嘅時，伊是學幾代咧未叮當，你目睭干那目睭臉呀頭面干那邊當咧，伊隻目睭就開起來呢，臉去看到時就是看到我個 computer screen 嘛，所以就看到伊個開機有一個身軀絲咧，身軀落地下邊有一飄掉，然後伊看就啲規暝面叮當先來看掉迄個死人嘅身軀呢，對。啊，然後等我講我冇攞那聲，然後我即間係你。個係咪幾個數都等人？對啦，我成講，咱攏拜佛的哦，咱佛家有講過啦，講如拄着鬼啊，你是拄着咩啊，人來報仇，你是無限講嘅，伊來報仇啊，就講伊如之前正事，人講前世啊，之前你做錯嘅物件，咧伊叫伊鬼啊，伊無投胎哦，伊即意思啊，伊來報仇你啊，你未做半行嘅。哦。意思就是我問我朋友啊，伊講伊樣講樣是佛解啦，意思甲你講啊，意思是講，若是講你啊，你招呼一個人嘅類啦，你一個人啊講食久啊，嗬，伊無行路啦。แล้วก็สุดท้ายสิตั้งแต่อีเหลาอ่ะอีเบกี้อ่ะฮะลูกไก่ท้องล่ะและอีไม่หอรู้อ่ะแล้วลูกไอ้พายอยู่อ๋ออีของนั้นเลยไก่ตัวลูกบ่ทำลูกกวยลูก搭一個名搭一條名你是對伊來講你鬼咪是上一條來啦啊因為咪事咱前世咱做物件前世物件咱唔知啊嘛咱講
唔知啊嘛，講伊幾來隨路啊，講我知你做過，我咪搞過一報銷路啦。你未做行嘅，因為你之前正時你做過啊嘛。你正時你唔知嘛，你今日講你先至有無辜嘛對。你幾日報銷路都未做過行嘅咋。所以講喺人哦，嗱講地好啦，嗱講兩拜活啦，咪去你等定群咯，因為活等定群咧，一樣係活咧啊，係人講話幾接嚟啊是。有什麼你啦，用好用什麼接嚟啦，就講有冤報冤，喺你就是講你之前做錯咩啊，你大受你 punish 咯，係得到懲罰。所以講你故事故啊，對你講無驚啊，其實你正事做嘅物件，你本來做啲嚟。伊唔知會唔會一個一無淘汰嘅物件嘛，所以留掉嘛，一等機會咧就是一報銷俾全部到咯嘛，你係咁做事。你未做行嘅，你肯定掉肯啊？即係講一報銷，伊係實施路成個伊係做事路未做過行嘅，誒未講係講火車道理嘅，講話路未做過行嘅，誒未路自正事路做掉伊嘛，然後無法度路大去，伊來個路報銷路無法度咯，就係咯，伊我是。聽我講，我朋友就是講一個，伊樣拜佛真厲害啊，樣念經也厲害，拜佛也厲害。伊就講這是前世加精神咯，人講為人講正事嘅物件做啊，精神會道得無好啊，正事做物件，我正事咧當得無好。這是佛家講嘅啦，然後之前你當是 Christian 嘅物件啊，你無上司圖我是唔知啦，樣時間講。特別你講那是講伊來還你了，你是意思是講你免插伊一頭可以做，可能無法度。伊是講你咯，還是就是解傾咯，就是因為拄着海在代志啊，你無可能講無可能無做慣。即係講叫一個人較有包嘅人啊，甲你做你嘅壞事咯，甲你講，無咧，因為無因為伊是未耍，因為伊可能你前世你累積投胎幾哪代啊？一個停咗喺邊，你就會記了。你嗰邊你未記啊嘛？你未記，特別會記。我知啊，特別我聽人講有當時是你佢講解是按照佢講我這是正事做啊，佢講你佢講對不住定時做嘅事當今我未做半行，所以特別我會使鬥下手你去投胎嗰啲。即唔知哦，即係叫一個人。功夫一關嘅法術一關嘅咁樣傾咯，無伊是未耍咯，伊未當你耍咯，伊係咁你即個我捌聽過香港嘅朋友哦，是講你正是欠伊嘅，伊都愛甲伊賠。了有個人你甲伊賠是講，伊是講會傾，伊聽你講道理嚇，道理嚇。道理，伊聽你講道理是講聽會入嘅話，你小淡薄物件互伊安尼款就算了咯。你有誒是講賣來講，伊就是自私人愛對緊，你甲是自私人愛害你誒迄款物有咯。有咩啊？蝦米物件？你講毛毛菇？嘅名嚟款咯，就是講類本無材料型嗰一種嘅咯。即係你是無法度啊，蝦米本被特別你是講。有誒，我是講你找較迄個較講道理誒較，講道理誒較厲害誒迄個法師誒人話，伊會甲你配了真好，是講伊配了，伊莫聽道理來講話，伊法師會當，無伊法師會當創伊看袂着你，創伊誒迄個垃圾。做喺邊，或者喺斜尾，喺隨便掉。OK， 明白。你隨便掉，你嗰時欠緊伊咯，自私人欠緊伊咯，是講到之類都。所以講你那時講你拜佛啦，你去佛等冇無用嘅就，一鬼本就來嘅就。你幾大聲嘅佛擺你面前啊，一鬼來本時就來，唔係一佛什麼嘢接來嘅。proof 伊無驚，伊鬼無驚。我即個講真啊，我即個是聽我的法師，有一個朋友法師啦，講是佛伊會保護你，伊安怎款就會保護你，就講你欠伊的是，你欠伊的是，伊做未到。伊會保護你，但伊袂當自私人保護你。
特別我講係我聽一聽，我頂到我講過就打我是我家己看過隻小英啦，是養到啲活燈嘅位啊，然後伊特啲因為就有隻唔知咩法師未講。因為就講座嘛，就借請誒咪就咪法師來講座誒嚇。會上嚟講。會上嚟講座，咧到啲頭前位咧，因為是翕，因為是翕小英，到啲伊是無幫行嘅，是上個迄個佛，唔知邊迄個佛學會誒，迄個青少年咪去樓頂翕小英落來，然後呢上個就被定樣嘅報紙上面睇人啦，翕小英係出來看到有一隻某透明嘅，上個伊白白咧是個就是講，伊是什麼成個煙咧，可能看咧就，所以是白白咧透明嘅咧，直到啲你講因為聽喎，後背喂。人講乜嘢？哦，我不看過咯，就小英。你是講一人pray 是幹啥？無樣是講座，就係咪講道理啊？伊到啲頭前講道理，頭前就一人咯，伊到啲後背有一講伊講呢，嘢一條是一查甫呢，看出來是一查甫呢。伊是透明，因為無講看到隻面，特別你看到隻影身軀嘅，一人身軀嘅影。其實我一個法師嘅朋友，伊本是。伊人本是有 pray 嘛，伊人佛教誒，伊 pray 時陣其實是真濟物件來聽㗎咋，也是神了無？迄個物件來聽，特別較濟是會聽誒，迄款是會散誒。好嘅咯，哦，我想你講背嘅，是散嘅背嘅。我想你講啦。好誒，伊就會數甲聽咯，袂是講神，但係是神。好啦。對病啊！了我是講，我是教到人講，我人袂是拜神嘅人，有人去搭人拜神，你知啊？啥物嘅？敢若你媽，嗰時你敲門安尼款，叫伊袂當去拜，伊叫你去拜安尼話。哦，莫去替人拜，莫去替人拜，莫去替人拜神，你知啊？哦。啊，你替人拜神，拜了話，你有時你會必着快着鬼啊，嗰時你看會着路嘅無？就講較小心落咯。John 啊，我個聽我咪講哦，前年哦有一條咧高速公路啊，咩叫一路東 highway 啊，有早死咗一個人嘅咯，一樣嘅 highway 嗰啲 accident 嘅咯。有就是人講，我嘛佢講有一伊講愛叫人咁貪猛啊，一個議員啊叫人kick 一個牌咯，放咧迄邊個好，就無 accident 咯。哦。一個招啊，然後我爸古仔企嘛，伊就是講我有個字哦，伊是袂使 kick 個馬肚嘅咯。哦。伊講行家規矩袂使 kick 嘅，kick 咗嗬，伊對家己無好嘅咯。所以即個牌嗬，他開始伊樣叫人 kick 啊，唔加 kick 嘅咯，因為伊驚講 kick 咗嗬，伊家己唔對咯。所以有個字反發氣嘅，反講。阿彌陀佛啊，阿彌陀佛啦，伊袂使騎喺馬肚嘅咯，伊袂騎喺馬肚，伊真煞氣嘅，所以樣騎嘅人哦，就無好嘅咯。就是伊邊，伊使叫人別人一人騎一字，可以使。喂袂啦，伊講樣老行家，樣行家別講袂使咯，樣講買當就對啦，肯定。有個人就是，即有個人是係跟累嘅嗬，伊嘛是走做，伊嘛是。做咯，有時放落去就無事咯。咪應該就是係你切你字。你切你字哎呀，喂，你使講啊！我未記，我唔叫咩，我唔知啊。伊放落去我冇估誒，我冇估知啊。大媽，伊講你過你咯，頭整嘅挪你咯，冇驚住你拿摸咯。拿摸阿彌陀佛。伊講別費。伊講袂使嘅，我唔知咩字啊。伊講其中一個啦，反正阿彌陀佛是其中一個，伊袂使騎咗嗬，就是對伊家己騎嘅人啊，就無好。你講到底幫佢無通看到這字咯，係咪？會啦，冇。所以講啊，有如果你見人硬講經嘅騎這字嘅，無人一家騎嘅，無人家騎，因為即係人講傳統傳落來啊，人嘅老師傅交代講袂使騎。真正棒當嘅，然後樣就是講呢條路應該是垃圾啦，就是愛騎嗰啲字
跌了啊，可以讓迄物件哦，垃圾物件袂去插銷，因為一直開呢，一 highway 啊，真濟人 accident 呢咯，死得濟人嘅，所以讓佢哋只跌了，無事咯。我是聽我媽講啊，因為就啊，啲 highway 只垃圾麼，然後後尾是做啲無事。誒，你講當今講嘅係我當今即係禮拜講嘅一邊性，讓誒佢自己到底嚟聽，特別讓覺得聽就即係改變咧就燒掉成嘅，我再個就自己告訴過，讓等就一萬年，讓等於冚大咧是佢自己到底嚟聽我講幾個告訴過，少佢自己攤落嚟唔知，告訴佢嚟聽，佢聽講你禮拜嘅嚟再見，感謝你收聽，希望你人免劇掉啲情人節。แล้วเราปัจจุบันตัวที่ไหนจะไป講各位聽眾，禮拜再見，我哋特別嘅邊是阿莫諾娜、雲娜鏡、毛毛菇、læ龍、鄧朗加坤爺阿龍，感謝。我未坤過。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拜。